礼拜，心肝专业敬虔举办，各位真谢上帝，信过你免花因，无论你到万代。来，兄人心系灵在，带给感情给拜，一出民间开鲜花彩，兄人一心原来，带给感情。在心中困境莫散，困个走阿罗听，我所愿灭一下，没我了你尊良，困有满空万道，天给我心。教导，几个心处主必能到，寻求心上教教，华丽灿烂艳耀，何管何乐滔滔北道，心机高。这是看见上帝在咱的中间，大家唔同的，甲咱三个做伙。后来不管是拢会当介意三个动作。好，咱这是过来看一首。348首，游主教师袁祈祷，游主教师袁祈祷，好胆群情对伊好，使阮信心若坚定，叫你声音甲面容，由你阿罗听阮祈祷，你的囝儿谦卑求讨，阮若所求合你之意。愿你应允变出自己。
信心那坚定，行你下一个命令，有你安乐，也我记得，你也家里，家里有头，我那所求，爱你旨意，我的英文，也只这比在。在光明在一起，今生命的了解你，天国心看我如何，蓝天后一步走，丢你安乐，天我记得。你也家里家的有头，我那所求，爱你旨意，我的言文，很出名。有主坚固的心慧，最能点传万回。在那这亚索，哦，主因传家瓦罗，这里阿拉，亚瓦基多，你也家里，亚比有头，我那所求，阿里旨意，我的英文。是主意，就你心是相依传，哦，万卡的那个我，家他是心莫有，也更主的领袖，就你阿拉。家里家里有头，我那所求，我的旨意，我的英文，很出名。有就假是咱，无咱逐工拢当伊面前来向伊求讨。伫咱最近咱足侪RPG。十几组吼，也伫咱欢喜，会当甲主的面前，甲主讲咱阮的所需要，就你互阮逐项拢交业，啊，就是三间祈祷。听阮的主持，要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过去日子，你拢锻炼阮，拢伫着平安，阮感谢。咱就是阮的心，那个主题面前，有你教阮什么动作，你的灵与阮人心啊，你来看阮逐人心思意念，阮应看阮的心，而且来领受主你给阮的福音。所以我这是用咱阮的心摆在主的面前，主你教阮动作，阮用早起的智慧摆在主的面前，祈祷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上帝就是听，踮伫听内面的，就是踮伫上帝的内面，上帝也踮伫伊的内面。这是咱下规正诗新正诗281首，有正诗113首。上帝即时临在来保佑咱的上帝，听规律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当敬敬拜听。上帝即时临在。经文新12篇，新的经文12篇，圣经的后壁面，我来解各位兄弟来念。我乃心听候上主，伊有爱当听我来语，伊对死亡的行坑，对乌云中，甲我牵起来。伊互我徛伫一山顶，我的脚步安稳。伊教我认真的诗，唱我学路间的上帝。
真侪人看到这位来信客上做多，声，专心信客上多人真有福气。伊无拜五常，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有为阮成就真多奇事，啥人放甲你意？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遮尔多，你讲袂了，这事到底面你无爱，小我者甲上者，你嘛无爱，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我伫遮，多声，因为我的指示拢意应我，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。你的律法伫我心内。咱做人祈祷，阮伫天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以后阮有即个权利称呼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是因着你的疼。今仔日阮直接有天有你好的意思，叫做第一，将来做称阮每个人的罪，伊若阮愿意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下，你讲你该拢要赦免。做这是你的文件，就是来帮咱，互阮在遮安静心来享受你所为阮平凡的现象。后阮伫遮学习学识，学习奉献，学习祈祷，我嘛要来思考，我嘛要来行你所教示阮的话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对头到落尾，就是了讲同在，安尼祈祷，我也做祈祷的名啊。阿妹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救赎我平安。阿门。一起听讲的文件来献诗俄罗上帝。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文典已经讲完。
全身满腹上帝是处无难成的事，这是一首歌的上尾一句。我一摆来听咱，这是咱来讲中合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圣经是出埃及记13章1节到16节。出埃及记13章1节到16节是圣经72页，圣经72页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将来耶和华要叫你对你大列祖公所受出来，把你他来地，将这地收束你，一时你就将一切后悔查某囝，甲所有老女干的亲戚，归乎耶和华，这会拢属耶和华。伊若流水生的牛，就用牛仔体恤；若无体恤，就讲伊的含骨。伊若你流水查某囝，讲着体恤，日后伊的囝问你讲，这是啥物原因故？你就对伊讲，耶和华用大管的。全我对埃及对做来加出来，一时阮落过节，毋准阮去。耶和华就将埃及地所有的后代，无论是大囝，也是真生的后水的，拢害死。因为安尼，我将后水的甘献互耶和华做祭，独我的囝拢着体恤，这是对伊无离的手，对伊也是伊的后裔，因为耶和华就用大管的手，把阮对埃及出来。圣经大家听，原来圣经的上帝为伊的人讲就是祝福。以前咱要听，我讲伊杨传道，我讲伊陈杰生吼，很复杂哈，跟我们的关系很复杂哈，所以我让他自己来介绍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拄无来后宫教会，我的母会是邦桥，即摆伫台湾新学院在读册。这是我的证件，二代神的证件。但是呢，我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因为我去读册时阵，我头路无死掉，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证件。我即摆伫台湾大学。兽医系伫做老师，所以我两边走啊，可能透早伫台州，下昼就是台安尼。为虾米我要做即件代志咧？因为安尼做其实足点的，真正足点的，要做两项真正足点的。但是我为虾米要安尼做？就咱平常时啊，但是对一寡较重要的代志，也是较重要的日子，像咱的生日，也是母亲节，也是结婚纪念日，你可能会就去食一顿生炒的对无？也是买一个礼物，一个像手指啊、挂链啊，这的礼物来做一个纪念。有的人呢，若是拄着较重大的迄个患病，患足严重的病，足严重的病，甚至咧要换咱内底的可能心脏啊、腰子啊，还个肝，伫即个手术成功迄天呢，伊会当作是新的生日来纪念，对无？
家己甲伊个厝内的人，拢会当记牢，迄天就是伊本来要死，但是咧后来无死，都继续活咧，即件代志，即件代志是毋是足大件的代志对无？伊就爱安尼来纪念。安尼我要问大家，你甲我是安怎来纪念咱日捌上帝迄天呢？咱日捌上帝迄天是毋是足大件的代志？咱安怎来纪念呢？我今仔日安尼，互大家看即张相片，就是讲，我就是用安尼来纪念。咱先来看今仔日的圣经，今仔日圣经讲，今仔日圣经讲出埃及记第13章，摩西对百姓讲，你来纪念为埃及迄个做奴才的家出来的日子，因为耶和华用大权能的双手，将恁为即个做奴才的家出来。即件代志，敢是足大件的代志，为埃及出来。是啊，对无？所以耶和华就叫以色列人，你爱用一项代志来纪念即日。要安怎来纪念呢？第一，你爱食乌甲饼，食7天。伫这7天呢，你爱对耶和华来遵守即个节。第二个，拄则大家有读到，你爱伫你个手做记号，就伫你个头壳爱绑一个经文来做纪念，这是第2项。第3项呢，甲一切头生的公的精生，还是头水的公的精生，献互耶和华。什么时阵要开始来做遮个代志咧？大家爱会记得咯。耶和华甲以色列人讲，遮个话的时阵是要出来的时阵哦，为埃及地要出来的时阵。耶和华甲因讲，什么时阵要开始做安尼遮个代志来做纪念咧？就是将来耶和华要带恁进入甘地的时阵，你就爱开始做即件代志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咱大家来想看卖哦。若是今仔日耶和华带你对埃及出来，迄天你一定甲耶和华讲，你讲什么我拢会做，对无？因为即天上介重要，你讲什么我拢会做。但是要到迦南地才开始做，请问到迦南地的时阵是偌久以后的代志？当初以色列人可能想讲，可能是后个月哦，对无？可能是半冬了后，也是1冬了后，也是几啊冬了后，毋是迄天呢。各位会当想看卖，若是1礼拜了后、1个月了后、1冬了后，你敢都会记得迄天你的心内偌尼啊的惊吓，为埃及出来迄天是足惊吓对无？但是1冬了后，敢会阁安尼惊？可能袂呢。可能耶和华叫你做遮个代志，你可能会讲，我阁考虑看卖好啦，对无？而且耶和华甲因讲，迄3项代志，咱看第1项，食无甲饼7天，应该做好做哦，7天嘛对无？无甲饼7天，会当安尼我会当配合对无？第2项，伫我的手顶头做记号，伫我的头壳顶头做纪念，想看卖，嘛会使啦，我会做会到。但是第3项呢？第3项，你爱甲头水的公的精生献出来。大家看，以色列人为埃及出来的时阵是到
敢有炸啥物物件出来？敢会当炸一拖拉久的物件出来？无法度嘛。所以你交人地的时阵，第一项代志应该是做啥物代志？就是建立家庭。甲我当初遐个无带出来，遐个牛啊、羊啊，搁紧安怎？紧生对无？哎，我有钱啊，我有土地，我有钱啊，这是应该是咱正常人第一项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建立家庭，建立我的财产，对无？但是即个时阵，然后我甲咱讲，甲以色列人讲，你要甲你的头水的工的精神献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数学的问题。一切工的精神献出来，迄是几分之一啊？100%吗？你敢知影牛一世人会当生偌济届？一世人哦，一只牛会当生偌济届？5届、6届已经足多啊！一世人哦，啊羊仔咧，一世人会当生几届？差不多8、9届。所以一切工的精神拢现出来，你敢讲是100%，还是50%？可能比1/10搁较侪哦。我即摆要来交人地，要建立我的家庭，增加我的财产，你搁叫我献遮侪出来，讲会通？我都无钱啊！你搁叫我献遮侪，对无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想看觅，若是你会做，这3项你敢会做？还是你会考虑看觅？遐个以色列人，拢有看见上帝的大管理入埃及，对无？伊有看见的人，拢无一定会做。若是因囝无看到的哦，有听的哦，敢会做？所以遮个以色列人，应该是足乖啦。上帝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而且上帝讲，上帝知影咱人的软弱。就是我讲一句话，讲啥物话？以后你的囝若问你，你要甲伊讲，耶和华用大权人的手，从阮为埃及迄个做奴才的家出来。你敢知影因囝是啥物要问伊的？是想讲为啥物要献遮个牛啊、羊啊，遮简单吗？毋是哦，因为因囝嘛足巧，因囝嘛算算会讲，爸爸，咱毋对，献伤济啊呢。咱因无钱啊，你讲献遮济创啥？这是啥物缘故？安尼做安怎讲？做收敛的有无？很压抑哦。爸爸，请问这是啥物缘故？心内头想啥？献伤济啊，无钱啊。所以耶和华知影咱的软弱，就已经先讲好啊。以后你的囝若问你，你就爱安尼应。你就爱应讲，迄天发生啥物代志？因为因查某囝拢无看到，对吧？即摆来问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有会记得迄天无？迄天耶和华用大权人的手，甲咱为世界拯救出来。迄天你一定会记得，你一定会记得。耶和华安怎甲以色列人讲，就是当作甲咱讲，你要会记得迄天，你就安怎？你就要信靠我，你就要相信我，你就要相信啥物？你献遮多，你嘛袂欠亏。你献遮多哦，袂欠亏。像我伫学校做老师，会当专心做对吧？会当有我着趁钱，还是某钱囝对吧？但是即摆咧，我去读册的时阵，就会做
可能赚的会较少哦，真正会较少哦。啊，家己的身体嘛爱顾着。啊，为虾米我要安尼做？就是因为我会记得迄天，因为我第一代啦，我会记得迄天上帝领我，甲我带出来，为世界带出来。我看见讲啊，原来即个世界，毋是我想的世界，即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是上帝掌权的，互我看见一个新的世界，用上帝的目睭来看。所以我要用即个方法来下决。我无牛啦，我嘛无羊啊，我有啥物？当初以色列人伊看过宝贵的是啥物？就是牛甲羊啊，对吧？啊我咧，我看最宝贵的是啥物？就是我的性命，我的时间，我的天时。所以以色列人安尼下，我也要安尼下。而且安怎咧？毋知各位兄弟姊妹有人甲你问无？可能你的囝儿也是你的朋友甲你问讲，啊，今仔日吼，莫逐个礼拜拢去教会啦，花遐侪时间，对无？啊，毋通不只是礼拜日去，啊拜六嘛要去，啊拜三嘛要去，啊有当时拜四透早嘛要去，啊你花遐侪时间伫教会要创啥？你敢有人安尼甲你问？啊，朋友招你去爬山，去行的，啊，你也讲啊，袂使，我要去教会做礼拜，我要去教会聚会，我要去祈祷会，我要去练圣歌队。啊，即个时阵咱安怎回应因的问题？咱敢若回应讲啊，歹势我无用，啊是讲咱会当安尼回应。我要去教会，是因为耶和华用大权能的手，将我为世界带出来。啊，我要用安尼来回应上帝。你的囝儿可能会甲你问讲啊，爸爸、妈妈，我要去补习啦，要考试啦，无用去教会啦。啊，你安怎甲伊讲？啊好啦，你就好好读册吼，啊考了才来去教会，安尼就好啊。敢是安尼讲？啊是你会当甲伊讲，我知影你是可能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你无亲目睭看见上帝带你出来，但是我有经历过。我会当问各位兄弟姊妹一个问题无？你有亲身经历过上帝的救赎？亲身哦，上惊的哦，嘛毋是恁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带你来哦，你是亲身有体会过这样耶稣，体会过。好，你有体会过？你的囝儿人问你的朋友人问你就安尼应。因为耶和华有带我出来，所以我无法度对伊来去爬山，无法度对伊来去唱歌、食饭，因为我要话甲我生命中上宝贵的啥物物件，时间、金钱、体力，遮个物件献互耶和华。当然嘛毋是全部啦，对无？耶和华讲啥物？头水生的真生嘛，对吧？毋是全部24小时拢伫教会，但是将我上宝贵的献互教会。所以上帝伫出埃及记内底，到底为以色列人做啥物代志？做啥物款的大代志？大家应该拢做知影到底咱的上帝做过啥物对无？伊做这三项代志，伊显出伊的大权力。拄则圣经有读到啊，埃及人的
大汉囝拢死啊，对无？但是以色列人的大汉囝安怎拢活？这敢是别个神，还是别个人会当做？无，上帝显出伊的大权。上帝嘛，持守伊的应允，因为伊足久进前，就甲亚伯拉罕讲，我会看顾你的后代，你的后代会伫别人的厝做奴才，但是我要救伊出来。上帝敢有甲咱讲即句话？甲阮应允讲，我一定会救你，我一定要救你，而且毋只是你，还有你厝内所有的人。上帝会持守伊的应允，上尾啊，上帝会解救伊的百姓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因敢有欠水有无？无。有欠食无？无，食到要吐出来对无？对无？食伤济吐出来。无欠水，无欠食，凭啥物？有一件代志我一定想袂通。哪有可能一双鞋仔吼，还是一束衫吼，穿40冬拢袂歹去咧？你若是有即款衫甲鞋仔，请甲我讲好无？无我知，我要来去买。买无啊，因为迄个牌，叫做牌？上帝牌。迄个衫甲鞋仔你买无，上帝才有。上帝要解救伊的百姓，搁要保护伊，互伊无欠亏。大家若是讲啊，我若无去行的哦，无去爬山，无去关公，安尼闹闹的哦，身体无爽快。我若无去补习哦，我考试一定考袂好，就是安尼想。但是你若是信靠上帝的人，你就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想，上帝一定会救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即摆用短短的时间，甲大家目睭闭起来，来想看卖。上帝，当时你第一届认捌上帝的迄天，你是安怎认捌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咱要安怎来纪念迄天？迄天的感动，迄天都会记。可能你若是袂记，可能是因为你无。遮以色列人，遮以色列人用耶和华对伊的命令讲啥物？你爱将你的头水工的精神练出来。迄甲会安怎？会甲讲我摕一个物件，真正毋是凊彩摕，我将宝贵的物件摕出来。你会疼对无？会疼就对了。上宝贵啊，当然，互别人会疼啦，会疼就会互咱一直想着讲，迄天上帝是安怎解救咱？也是今仔日，你想讲安尼我会当做啥物咧？你会当伫教会服侍啊，伫团体服侍，伫圣歌队服侍。会当做执事、做长老，嘛会当像我安尼。大家可能想讲我年岁遮大，我讲大家啦，我年岁遮大，我都去读册啊吼。大家会当继续读圣经啊，对无？有一寡特会，还是啥物课程会当去上，会当继续读圣经，像我安尼。我去台城遐。一直读，读到我以前读的拢伤浅，即摆读较深咧，吼，总算讲有了解讲上帝原来是即个意思，会当讲较侪，明白较侪。
咱中间若是有一寡兄弟姊妹，你还未亲身体会到上帝对你的解救，你若是还未的，等下我要请牧师来为恁来祈祷，因为恁一定爱亲身体会，体会上帝，毋是看咱的工课是做啥物工课，伊无看你的工课，伊无看你一年赚偌济，伊无看你有几间厝，伊嘛无看你的身份，伊就是要救赎你。甚至你做真侪歹代志的人，你的问题会搁较大。因为伊知影讲上帝啊，我只个做，你有啥物要救我？有啥物咧？你通救遐个较好个啊，我是着做你，啥物要救我？上帝就是无要看遮个，就是要救你，要为你做一件大项个代志，要带咱进入搁较好个生命内底。咱做下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你上信心、上远远，互阮体会到主啊，你的救赎，你甚至将你上宝贵的耶稣基督赐互阮，替阮死，救赎阮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会当互每一个你的羊仔，拢体会到主，你是我的牧者。每一个羊仔拢体会到主啊，你的确是我的牧者。主啊，你带我，主啊，我无爱别人，我只要你。主啊，求你的信心上远远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感谢杨伟成、陈杰珍咱今后的使用。主啊，有咧问咱逐个人有款的经历无？我有看到有一个人遇到，我相信嘛，有一个人咧讲，我有耶稣无？我那阵仔是两个想啦吼，是我无耶稣，是我咧想。我礼拜上第是因为我有忧郁症。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嫁给一个有忧郁症病史的人。好，讲到这里，以咱用这首诗叫做假期款祈祷来回应咱上帝，请咱记得。心啊，连绵。
同齐压头来做奉献祈祷。主耶稣，你是阮活命的饼，互就近你的永远袂枵，信你的永远袂喙焦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用大愿灵的手，将阮为罪恶中，为这个世界来救赎出来。主，阮嘛感谢你，你将上好的来互阮，阮嘛愿意用阮上好的，阮的一生来回应你的疼。主，把阮即时奉献阮的金钱，诚做教会的路用。求主你感纳嘛，同时纪念所有愿意奉献时间、奉献因真侪的时间的人，来诚做主你的奉献。主，阮即时感谢奉献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下面是报告内经，请请牧师来介绍新的经历。咱今日有两位贵宾吼，咱直接来介绍吼。妈妈李红娇啊，女儿吴红怡卫城是邦桥教会的青年咨询吼，咱知影无？我想应该真侪人嘛，真优秀吼，会当伫即条新的路顶面，领受上帝我大祝福。好，多谢各位。请咱贵州部。今日是台湾这项纪念日哩，再次感谢杨陈先生到我们中间分享。愿上帝祝福伊的课业、家庭甲后代，也请为因人伊培育的时间来关心、来做甲奉献。请由第二堂请后代同工继续留落来后代。礼拜了后，4楼有入门课。练习甲头前的练习，主理是谢组长老甲玉云姐，欢迎来参加聚会。感谢一些兄弟会当来参加做主要者，就是光明山的妈妈的告别日，也继续为主来祈祷。下礼拜主日一样要实名制所以请伫咱顶头来报名聚会的人数。第四，主日就后礼拜6，要伫对面的重庆公园举办这个周末欢乐派，就是一场正好起来昨昏已经办过第一摆昨昏有来参加的。无论你是毋是老师啦有来这个公园参加加加手。怎么？应该很多人好。咱后礼拜6会使多侪人来较重要是讲你会使带你的孙，带你的囝、查某囝，还是恁兜附近的小朋友，做伙来参加，这个周末欢乐派，就是咱对面公园。平均平均。所以每个人会使加几张仔证件，分到你的厝边，人在啥时间地点。第5，1月2日是凤梨班嘅关怀主日，也是庆祝婚姻节咱要欣赏结婚满10周年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这个纪念婚姻纪念赠送给他们精美的礼物。
愿上帝祝福每一对伉儷伫婚姻中来学习，用上帝的名分辨互相款待。今年的结婚10周年的伉儷有第一，交通兄甲去交税70年，怎么都没有惊讶的声音。第二，庄德甲杜珍姐70年。第三，2位牧师30年。第四是林志坚甲林美玲30年。第五，魏明兄王惠明甲毕淑杰30年。可能还阁有人还在确认当中。第六，中卫青年主干部伫个明年的2月6号到9年营，到位也多欢迎高中生、国中生来报名，大专甲社青会使来做辅导。报告意向，下面来做时间、生日。11月7号，11月7号，刘玉如姐有在吗？有在。好，再来是怡珍姐，赵怡珍，林吉利戴芳姐，林吉利，庄德修，林吉利，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。来做时间加补助。咱只是起日咱为着咱所关心、咱所要祈祷的，咱献上上帝面前。主啊，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再一摆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，入室学老，听谈你的话。咱只是阮来献上阮的祈祷，特别为着阮的教会的需要，主可以特别为着阮所敲吹敬拜中心，就是你的圣殿所要举办的，主可以为着阮来赏赐，帮助阮。共同来祈祷，会当怎样来受造就，领受你的话，甲你来亲近，是会当为着福音来带领更较侪人来归你。做阮也特别甲新邦伊万教会全部所正向市的3个地点，啊，甲阮遮正教会3个地点，是所做工，都会当直接来亲像因当时献身共一样，而遐来传福音、救灵魂。互更较侪人来跟你，对阮的上帝，阮即时啊特别为着阮兄姊妹的需要，阮献上阮的祈祷。无论阮身躯病痛、艰苦的，特别主可以特别甲连招这3个地点，伊最近伫行路的顶面，骹骨有时无力，也因为困无好，遇到人随人，主可以从你的圣手一帮赞。看顾，会当有更较坚强的信心。以前所拄着惊吓或者担当，领受着上帝你的看顾，让你的圣神充满伫伊的心上，坚固伊的心智。
看过的手，就按甲吊装三甲低地，为了领受上帝大大的拯救，互伊来领受你完全的意义。主，阮将吊装也交代伫你的手。阮做做阮的兄弟姊妹，阮所关心的，也是阮所知的对象。主，今日成立圣手扶持帮咱，特别以你的手放伫因的中间。那是阮做做咱见证，阮虽病痛艰苦，我有做做问题，我得罪着上帝，阮犯罪累累，总是因为上帝你的救恩，互阮伫罪恶中得到拯救。因为耶稣基督宝贝也洗清阮。阮伫这拯救的中间来领受到这种的救恩，到伫今仔日，阮活得欢喜，活得快乐，活得长岁寿。主，阮感谢你。可你也特别为着这个出国出外影响的姊妹，而且疫情，即离阮台湾已经有较好，已经渐渐归离无。总是世界让侪侪国家百姓。伫这疫情的顶面受到苦难，就可以特别甲遮个百姓三甲伫地，甲遮个国家三甲伫地。特别阮遮个厝外兄弟姊妹，阮恁的家庭、因的工作、因的生活一切，保守因平安，领受上帝你的恩典。做阮的兄弟姊妹，阮伫遮对你所求讨的，问阮本身的需要，还是阮带到的对象，做今日特别成立圣手。扶持帮赞，是阮所求讨的，拢伫上帝你的旨意中，伫遐来成全阮所对你求讨。靠你拯救的手，向伫阮特别，阮想要互伊来领受这个福音。阮伫遮咧行做，阮伫活动中间，阮伫福音的经历，但是阮伫遮带领，遮会搁较侪也毋捌你的人。主，可以当互你的圣神充满伫阮，帮助伫阮，坚固伫阮，祝福手放伫阮今日组织的正爱姊妹身上，我一摆从阮本身，让姊妹祈祷，恭敬交托伫你的手，欢迎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安于玩家的用老微信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大家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引带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